您好，欢迎光临米歇尔。啊，有什么需要您可以告诉我。有什么可以推荐的？我们店里有一些新品，可以给您介绍一下。好的呀。啊，这边，这些。你还真不怕耽误功夫啊？这一看就不会买啊。没事的，我来吧。这个色系是我们今年主打的。这个剪裁很特别的。那边有包包，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一季我们包包是主打白色，夏天嘛比较清爽。有您喜欢的吗？啊，那边也有啊，可以看看。这一季我们设计师主打一些中性的风格，前面还有一些连衣裙，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家皮鞋也卖得很好的。这些都是什么材质的呀？款式不同，材质也不同。您看的这些都是价位比较低的，有黄铜、彩贝、人工珍珠之类的。那这一片呢，都是价位比较高的了，有 K 金、铂金、钻石、财宝。这边的大概都是多少钱？都是从便宜的到贵的都有，要具体看的。你们店里就没有更贵一点的？有的。那都是高级定制系列的，也都是100万级别的。我想买。您是说您想买高级定制系列的？对的呀。好，那您先到 VIP 室休息一下，我把目录拿给你挑选一下。啊，这边请，请坐。那我给您介绍一下啊，好的呀。这个是我们的目录，您看一下。这些都是钻石，这个是我们的璀璨系列，啊，这个呢是我们品牌最经典的珠宝系列——凡梦系列，绝对是传世级别的。这套啊，你有看到过实物啊？这个我不能说假话的呀，这个我确实没看过。这个毕竟很少有人会订购的，但是我们集中培训的时候呢，我有看过视频，非常的漂亮。其实我觉得吧，像钻石或者说是珠宝呢，都是承载的是女人的梦想。不管处在什么状况下的女人呢，都应该拥有梦想的权利的。你看那么好看的东西摆在那儿，所有女人她都会心动的呀。这个。啊，我订一套，我们一起看看实物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漂亮，好不啦？啊，这个可能价格我还没有说，这一套呢，要上百万。你刚才不是讲了？这是所有女人的梦想，不贵的呀。它的预定周期是5个月，我们只接收全款预定，那就意味着您的钱得压在我们这里至少5个月呀。没问题呀，我要了。啊，那我要去请示一下我们副店长。好的呀。这些衣服都是我们限量款的，只提供给 VIP 客人的。你确定他要凡梦系列吗？
我很确定的。琳达，给我就行了。这么大一个客户，你一个人哪儿服务的好？我帮你啊。给曼妮吧。没事的，我跟她进去就行了。走吧。陈女士，请坐，请坐。来，吃点巧克力。啊，谢谢谢谢。那个，我听妮妮说你想要订购我们店的高级珠宝。对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您详细的解释过关于订购的具体细节，包括周期啊、钱款等等。他很好的，他很有耐心，所有的这些他都跟我讲了一遍的。那我要提醒您一下，因为我们店的珠宝是高定的，所以不能退换。这点事体我还是晓得的。好，我加您一个微信吧，有什么后续的进展呢，我就可以随时的跟您跟进。不用了，我就想加他的微信。后续要是有什么事情，我跟他联系就好了呀。还有，我今天带的这个卡钱不够刷的，我回去准备一下，过2天我过来付款。好啦。是这样啊，那不知道您方不方便今天先付一点定金？你们这个不是全款订购的吗？对。我过2天过来一起刷了就好了呀。好，加微信吧啊。如果陈女士什么时候有空来店里的话，你就随时调换啊。好好，我扫您吧。哎，好的呀。哎，您到时候提前给我发微信，我随时恭候您。哎，好。家住的离这儿远吗？啊，还好。那我们就不送您了。好的，好的，再见。拜拜。哎，再会啊。谢谢光临。看他朋友圈吧，说不定耍咱们呢。哎，小飞，你说你之前每天都比别人努力那么多，现在在这儿全都补给你了。哎，你是不是偷偷研究了星座运程啊？还是带了什么开运宝物？我看，我就是换支口红而已。哎，我看看，这什么神仙色号？我试一下。你试了也不能用啊！我为什么不能用啊？拿来，给我。我试一下。你是哪哎呀，为什么不能试啊？所以还给我。开运色，哎，口红成功了。我就这么一支很贵的。儿子，住进新家开不开心啊？开心啊！这一桌子都是顾家做的，我就打了个下手。陈姐，你赶紧去吃点吧。好，儿子，来，举起杯子，新家第一顿。妈妈最辛苦了。对喽，妈妈最辛苦，碰杯。老婆啊，你不说咱们去面试，你买2身新衣服吗？你又穿上旧的。不是想着咱们现在还欠着银行那么多钱，花起钱来就没那么有底气了。 2身衣服而已嘛，不差这个，洗完就买。老公，你会不会觉得我非得要换这个大房子，给你很大的压力？不会，换大房子不是我拍的板吗？住得更舒服，日子过得更好，这有什么错呀？是不是儿子？妈妈说真好。你听听儿子，就是你心里啊，你就别总想着我们住进了大的房子，儿子就必须要去顶级的幼儿园，期望越高，压力越大。我知道啊，你是那种追求完美的人，可是养孩子最重要的不是追求完美，而是顺其自然。你不能这么想啊！你想，我们搬进了这栋大楼，我们就是要过更好的生活，因为我们的辛苦决定了孩子将来发展的方向。好，都听你的。我们不约定好了吗？教育的问题，我都依着你。所以咱们俩得好好准备一下幼儿园的面试，这次真的挺重要的。
宝宝先吃饭再喝饮料，好不好？给爸爸一个，怎么样？喂，爸，怎么了？哈，没事儿，搬新家了，祝贺一下。那我让您过来吃饭，您也不来，你这突然打电话吓我一跳。你们一家3口好日子，我就不去凑热闹了，讨人嫌。您看你干嘛老说这种话啊？橘子不是我最爱吃的吗？陈姐，你在哪买的呀？这佳佳买的。没事儿，挺好的，别惦记啊，挂了。我看你爱吃这个橘子，我找到在哪儿买了。以后你要是喜欢，每天就多带几个去公司。老婆，你怎么能这么伟大呢？你别说啊，我还真挺喜欢吃这橘子的。来，儿子，咱们一起谢谢妈妈。谢谢。又喝呀？庄小琴，你能不能不一惊一乍的？小琴，你过来。干嘛呀？过来。快点儿。来来。你看，这是我新入缸的鱼，特别难养，对水温要求极高。也不好看啊。什么都不懂。这种鱼最厉害的是它会咬人。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要不你试试？嗯。我就知道你不敢试。你看你打下班回来都4个多小时了，还没折腾够啊？我一周只折腾1次，你天天追剧3个小时，也没见你够啊。鱼是老鱼，剧是新剧。现在刚9点多，你接着看你的剧去啊。这不刚才大结局了吗？最讨厌这种时候。哎，把桌子上的小网子给我。平时看2集，看完正好洗漱睡觉。现在大结局就剩1集，还有1个多小时，我都不知道干点什么。要我说，你就是太无聊了。老公，你陪我玩会儿吧。哎呀，我明天还得出差，今天这些活必须得干了。咱俩各自玩的时候都挺有劲的，怎么凑一块1个小时都消磨不了？别人家也都这样了。老公，你快过来看看，你新买的这个鱼怎么翻肚了呀？你快看看，你快看看，我真不骗你，你快看看呀！庄小琴，能不能有点新鲜的？我告诉你，陈宇，今天你就跟鱼睡。都下班了，我的天！早上谁做的糖点？我周一他们。那你们有认真的经过？当然了，我们都在点呢。哎，你找到吗？没有，你呢？奇了怪了，我早上合数的时候都对，我现在数3遍就少了那条母扣。有没有？没有。有没有 ？Nancy， 行吧，来吧，不用我说了吧？啊，拿着。要么呢，把裤子找出来；要不，就确认丢失。今天所有当班的人平分损失。明天我过来听结果。拜拜。这开始你还赶紧找吧。那我去库房找找。我跟你去。哎，
不要找了。我已经站了一整天了，现在还要做这样的事情，这简直就是酷刑啊！我要回去找妈。找妈也没用，赶紧找裤子吧。得，累也受了，裤子也没了。妮妮，这裤子多少钱啊18000。啊，好了呀，好了呀，1人3000，下个月不要吃饭了，我请你们喝西北风。Mas，怎么了？怎么了 surprise！ 我去，这不是我在日本参加现场的比赛视频吗？老婆，要不是你鼓励我离开团队，自己做公司，哪来的今天的局面呀？我们生孩子，换大房子，每一步你都比我有魄力，是你推着我往前走。是因为你有才华。我们家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一张一张图纸画出来的，一颗一颗烟花飞上天落下来的。谢谢你，老公。我好像突然有一种想法，哎，毛毛，我给你讲一个，来，什么想法？你跟我来，跟我来。我想设计出一款独一无二的烟花作品，名字我都想好了，叫它“蓝色梦境”。什么样的烟花？特别的绚烂，因为从来就没有人以蓝色为主题做出来烟花。你想象一下，天空当中深浅不一的蓝色烟花的绚丽的绽放。哎，那边，哇，是天空，看那边房顶上，啪，海洋，还有前面这个日月星辰。还有数不清的珊瑚，色彩斑斓的热带鱼，你能看到吗？我就想把海洋里所有的生物在这一瞬间全部给它点燃了。你的作品好棒啊，徐总。但是有点不太计成本吧？怎么还有吗？哎，你们怎么还在啊？好，我马上。这都12点了。哎呀，马上走，马上走。哦，不好意思啊。走的时候把灯关上。哦，好，知道了。不好意思啊。知道了。拜拜。拜拜。About yourselves. Okay, I'll be first. I graduated from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My name is Xu Jiyan. Upon graduation, I founded a firework company with my husband, I'm 4 years old. selling fireworks for commercial show. I became a housewife after giving birth to my son Xu Ziyan. 那么老师再问你啊，你平时最喜欢看哪本书？叫什么名字？ I spent a lot of efforts to develop his ways of learning as well as daily habits. 是小公主。 This picture book is actually drawn by my husband. Xu Jian has been reading these picture books from very early age. 那如果说教室里呢有3个小朋友，你拿着这6颗草莓，每个人呢都要分到一样数量的草莓是几颗呢？ He also spends a lot of time teaching Ziyan at home. We have a lot of picture books like this at home. If our son is enrolled in your kindergarten, my husband will be very happy to assist in making this kind of picture books. I was a firework designer and participated in Grand Fireworks Show of Beijing Olympic in 2008. 3、4、5，一人2个，我请客。 He has a very personality and he's quite easygoing and kind to other people.
那老师先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是个常识题，首都在哪里？在胳膊上。是首都在哪里？你好好想一想。在胳膊上呀。我们问的是我们国家的首都在哪儿？在胳膊上，胳膊上，胳膊上。哟。每个国家首都都在胳膊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没事吧？妈妈手都在胳膊上。不好意思啊。陈姐，姑姑呢？啊，在子妍房间呢。我去看看他们啊。儿子没做错，你今天表现得很棒。妈妈没教过你那些，你都答出来了，是不是啊？但是咬人是不对的，小狗才咬人呢。我不是小狗。对啊，你不是小狗，那以后不许咬人了啊。那你答应妈妈，去跟老师道个歉，好吗？大狗，真乖，来亲一下。妈，什么事儿啊？你今天上班了吗？没有啊，我今天晚班。什么事儿？您说吧。你打来的钱都已经收到了。昨天你肯定忙，所以今天啊，赶紧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一声啊。收到就行了。拿着花啊，别攒。哎，就是想问问你，这笔钱你想怎么花呢？怎么啦？哎呀，这些年你七七八八的都寄来了好些钱，我和你爸爸呀都攒着没花。总共加在一起，我们再贴上点儿，总共有10万啦。哎，我不是每个月都叮嘱你们别攒吗？一个月就2000块钱，就是给你们当零花钱呢。哎呦，我们没地儿花呀。你倒是你一个人，你看你在上海，花钱的地方多着呢。这里的开销靠挣不靠攒，我一个月多做几单生意就有了。你们拿着1日3餐加道菜，我心里能舒服点儿，就不能让我安心啊？哎呀，行了行了，这不攒着攒着就攒成了一笔大钱吗？不就能干大事了吗？什么事儿啊？家里出事儿啊？啊，没有没有，我们好着呢。你爸爸问你啊，是想拿着这笔钱托人找找关系，在家里给你找份好工作，还是把你那个屋子好好的装修一下。这7、8年来你也没怎么住，总得见见心吧？什么意思呀？我什么时候说要回家了3年前你说的呀。我不走啊，你买张票，赶紧回家。难道你永远就不回家了呀？30岁，你等到我30岁，要么我在这里买个房，要不我就找个人嫁了。要是这2样都没有的话，我就踏踏实实回家，再也不往外跑了。那是我失恋唠的狠话。狠话也是实话。再过几个月你就30了，我看你许的那2个月，哪个都不像能实现的。妮妮啊，你说你就认命吧啊，回家来多好啊啊！你非要在那个大城市里啊，看着你月收入是15000，要交房租还要给我们，1个月下来你都是2手空空的。你在那种大城市里，还1年1年的混在那儿，算岁数呢。妈，我饿了，我从昨天下午2点到现在还没吃过饭呢。等我吃饱了，你再让我认命，行吗？哎，你这。
吃一顿盒饭可以省10块，但是丢的这条裤子要赔3000。还要吃多少顿盒饭呀？我干儿子没事吧？刚刚情绪有点不太好，现在没事了。来杯咖啡。好呀。这幼儿园的事儿还有希望吧？我可是亲眼看着你这1年怎么过来的。这要是上不成了，我都想去跳楼了。让我们回家等通知。我想了想，既然没有当场把我们毙掉，就是给了我们时间来运作这个事儿。现在面试没有了优势，这栋房子的房本是最有优势的。我搬过来之前特意打听了一下，这栋楼里的孩子啊，基本都是上的那家幼儿园。哦，小琴，我有个事儿，可能还是得靠你来帮忙。靠我？嗯。我能帮上忙？你不是说你们市场部每年都会给这栋楼的业主派发新年礼物吗？对的。那你跟他们都有些接触吧？我们倒是跟楼下的商户有合作，每年会给业主派发礼物，是能接触到的。那你能不能帮我想想，有没有能写推荐信的人？我给你翻翻。最管事儿的肯定是业委会的会长王太太。那你能说得上话吗？可是我能力有限，只能帮你牵个线儿。放心吧，再细的线到我这儿，我都能想办法打到关系。好。唉，背了银行这么多贷款换的这套房子，本来就是想给儿子一个好的起点。读这家幼儿园是我好不容易说胡换山的。所以这件事儿不能出错。陈姐，哎，你放那儿吧，书房我来打扫。好。怎么现在还要你自己打扫书房了？焕山每次嫌陈姐打扫完，他都找不着东西。我帮你。啊。真羡慕你们家许幻山，娶了你啊，什么事儿都不用操心了。唉，他最近压力也挺大的，公司有个大客户最近一直作，他刚刚面试完就去公司开会了，所以儿子上幼儿园的事儿，我真是不能让他再操心了。没事儿，你还有我呢。虽然我稀里糊涂的，但是我也顶个人。我算看出来了，关键的时候还得靠亲闺蜜。那必须的。怎么了？陈女士说她今天可以过来付款的。太好了，没她的消息啊，我还一直在担心呢。特别棒，特别棒。妮妮，哎，你嘴怎么了？怎么肿起来的？你别不要挠了，你自己照照镜子看看去。你吃什么了？啊，我什么都没吃啊，我一天都在店里，我水都没敢喝。妮妮，你破相了！又感冒？吃太多了吧？这是？天哪！喝感冒药，好像没有了。痒不痒？去医院吧。我不去，我能坚持。陈女士一会儿就到了。你这身上都在挠，哎，你这都痒了，脸又紧。我不去。哎呦，去什么呀？这事儿可大可小的。你陈女士一会儿来了，你这么大单子，你耽误得起吗？你赶紧的，艾达，送她去医院。我这怎么了？天哪，天哪，交给我，交给我。走，快去。福店，怎么了？其实之前陈女士也加过我的微信。拿着。我不行！过敏啊，不是小事，以后别吃桃子了啊。我没吃。碰都别碰。不行，我打不了了，我真打不了了。姐，
姐，打完了，早打完了。好了，按着啊，出去休息观察半小时。那个咱们要摁多久呀？5分钟就行了。好了。不就这点手段吗？还自己贴上去，怎么样呢？陈女士还不是点名只等我？你加她微信有用吗？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奉劝你一句，单子抢不走，这谁也做不成。这种歪心思，你趁早别动。今天这事儿，我可以不跟别人说，但再有下一次，我一定让你在这店里待不下去。做全能妈妈，孩子的教育尽在掌握。启蒙英语选什么？来看看顾家的秘密武器——腾讯开心树英语，海量学习内容，来自北美，子妍很爱学，推荐你们试试。3到8岁启蒙英语就上腾讯开心树。妈，我回来了。哎呀，回来的正是时候，还差1个菜啊，马上就好。来，尝尝你爸的拿手菜。来，领吗？领啊！哦，你回来就回来，你把猫拿回来干什么呀？别提了前2天他吓死陈宇2条鱼，今天又把沙发给尿了。陈宇是死活也不肯留他了。要我说啊，不养也对了啊。你们要帮我好好养他啊。我也不喜欢猫，你还让你爸替你好好养着吧。啊。对了妈，我要回来住2天啊。好啊。哎呀，你不走妈才高兴呢。其实你一回来我就知道，台里又让陈宇出差了，是吗？你呀，就是应该回到家里来。在那里冷冷清清的，谁给你做热菜热饭啊？哎，快点吃饭了，咱们就洗手吗？这能弄干净吗？哎呀，它不脏。我跟王太太打好招呼了，你直接上去就行了。小宋，哎，佳姐，我要去趟顶层，麻烦你帮我刷下卡。啊，您是要去王太太家吧？稍等，我得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哦，好。喂，你好，这里是前台，有您约好的访客。好的，打扰了。可以了，佳姐，我帮您刷卡，这边请，麻烦了。谢谢。哎，你好，我是住楼下的，跟王太太约好了。啊，行，好，那你先换下鞋吧。哦，好。谢谢您，不客气。
这个顶层是复式啊？对，上下3层。太太，您的客人到了。你让他上来吧。好，来这边。啊，好。慢点啊，谢谢。陈宇不让你养猫是对的，你将来怀了孕了，你能养猫吗？妈，你成天抱着手机在那刷朋友圈，你怎么专挑谣言看啊？怀孕和养猫不冲突。谁说？哎，是不是陈宇答应了？你们准备要孩子啦？备孕了是吗？什么叫陈宇答应了？这是我们俩达成的共识。他跟我说好了，头几年先不要孩子，我们先自在几年，对不啦？哎呦，你眼看你就30了，等你30以后，你再怀孕，你就要面临着妊娠高血压、剖腹产、大出血。好嘞，哎，吃饭就不要讲这些了。我今天刚刚领完退休工资，500块钱的血本钱才做了这么一桌菜，你就让女儿好好吃饭吧。4月15号呀？啊？怎么了？啊，没事儿，没事儿。这孩子，哎，爸，嗯，你这个酒快喝完了，一会儿我去楼下超市再帮你补补货哈。坏了吧，真是！我看您这个望远镜是专业的天文望远镜，你要不然晚上试试，可能效果会更好。你是物业那边介绍来的？啊，给您带了点甜品，是我自己做的，低脂低糖，您可以尝尝看。想去对面的德普是吧？是呀，您尝尝。真的是你做的？是我做的。嗯，我最爱吃蛋糕了，全世界什么顶级蛋糕我都尝遍了，你这味道还真不赖。那太好了，你要是以后随时想吃，我就做了送上来。咱们这个楼里呀，每年我送进去的孩子没有10个也有8个，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老公是那儿的名誉校董。哇，不会的，不会的。都做好措施的。新搬来的？啊，刚搬过来不久。住哪层啊？我们住12层，1201。哦，那是低层啊。咱这楼房价随着楼层涨，你知道吧？嗯。你们家是做什么的？我是一个全职太太，我先生呢在经营一家烟花公司。烟花公司？那一年能挣多少钱？太太，您的话到了。你等会儿啊。啊。哎，慢点，慢点。喂。哎，小琴，怎么了？喂，姑姑，2道杠怎么办呀？什么2道杠？你说清楚一点。验孕棒，我好像怀孕了。那就是怀了呀。改天我陪你去医院吧，那个也不能100%的保险。哎，我现在王太太家呢，先不跟你说了，晚点给你打电话。哎呀，那你接什么电话呀？那你赶快忙吧。好。怎么办呀？怎么样？你懂画吗？我新买的。这个是真迹吗？废话，光赝品多掉价啊！正品，梵高的睡莲。挂到那边去，对，餐桌那边。对对对，啊，那回头啊，我让他们都来看看。
你说那餐厅上摆个什么花儿算什么品味高啊？我这花儿永不凋谢。行了，你先走吧，你的事情我会考虑的。啊，好，那麻烦你了。不送了啊。啊。怎么了，老婆？人家不帮忙啊？你见过莫奈的睡莲吗？莫奈的睡莲见过呀，咱们在巴黎不是看过展吗？我真没想到，居然真有人买得起，就挂在他们家客厅的墙上。谁这么有钱呀？前2年新闻倒是报道过，佳士得拍卖过。哎，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你上过这栋楼的顶层吗？顶层？你不说根本就不在咱们预期之内吗？怎么了？怎么说话没头没尾的？他是40岁过上那样的生活的，咱们现在30，离他也没差几层了。你怎么上闹楼受刺激了？谁呀？是路上？你说有钱人会买假画吗？连梵高跟莫奈都分不清的人，都能住在那样的房子里，我们努努力，是不是也一定可以？啊，你别想了，你赶紧想你的设计方案去吧。加油！对。说我们从猩猩进化成人，最大的突破就是沟通行为。但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开始退化了呢？怎么样啦？不知道呀，我现在超紧张。我也紧张。3个月1次的店长谈话，我把你报上去了。啊，可这一个店不就3个名额吗？那，你都不请假，还老帮他们顶班，把你报上去不应该吗？你好好想想该怎么谈吧。人家店长管那么多家店，又不老在店里头，他不会对每一个 sales 都那么了解的。给他留下好印象呢，对你以后往上升有好处的。谢谢副店。没想好你来干什么呀？耽误我们的时间呀！出去。下一个，王曼妮。哎。请坐。说吧，说说你的叙事心得。套话就不要再说了，外面很多人等着呢，节省时间。店长您好，我是王曼妮，从 Junior 做到 Senior， 升 Senior 已经有3年了。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了，从前年开始，全球的奢侈品销售额呢都在下滑，每个品牌都一样，
连东京和纽约的店都关了。我们呢，就是仗着人口基础大，还可以并店，才不用撤店和裁员。不裁员真的是好事儿吗？我认为，晋升通道反而更窄了。以前呢，只要销售业绩达标，肯定是3年一升。但是我已经有6年的资质了，放在从前，足够升 supervisor 了。但是我知道，在我们店里，排在我前面的还有好几个同事都是有资格的。店长，我希望在自己30岁之前能升主管，就当是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了。30岁之前，这不没几个月了吗？所以我想提速，您觉得我还需要做什么样的努力？咱们集团有这么多的分店，有这么多的 sales， 每个基础销售都在相同的赛道里，想要从中脱颖而出，你认为最终拼的是什么呢？我一直认为的是拼客户资源，拼销售业绩。做亮点比拼业绩更有效。明白，我相信升职是做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妮妮，店长在问啥呢？你进去就知道了。妮妮，这怎么了？腰又疼了？可能是太紧张了吧？什么呀？你这疼了好几天了，去看看吧。没事，我缓一下就行了。你不要大意了啊，都出汗了这。行，哎呦，你喝慢点儿，别喝那么着急。当班的不敢喝水，怕上厕所。客人一发微信马上到店，又没办法走开。就你不喝水不上厕所，谁不是呢？有什么功？妮妮，哎，电梯坏了，帮忙去楼来了下替客人家换个衣服。哎，大伙儿注意一下啊！刚才物业前台那边来电话，说是电梯坏了，让我们这边啊派2个人过去支援一下，顺带给业主传送点东西。所以大伙儿看看谁手上现在不忙吧，好吧？哎，小杨你不忙是吧？啊，要不你过去吧，你这年轻，腿脚好。成啊。我特别忙。那我们俩一块儿去吧。对，你俩赶紧去吧，好吧？走啊，姐姐。老万的单子再拿不下来，公司下2个月的资金流就真的危险了。佳佳，物业来电话说电梯坏了。电梯坏了？嗯，这不有2部呢吗？都坏了。哦，那待会儿麻烦您得走下去了。啊，没关系，没关系。哎，我临时有点事儿，我得出去一趟，要不然这个我晚上看完有什么问题我再跟你说。哎，好，没事儿，你忙。抱歉啊。姑姑，我帮你打听了，王太太每周5下午2点都会去太太圈聚会，如果你那个时间堵她，一般都能堵得到。
知不知道这是爬楼的活？我现在爬不了楼。为什么？你这腿脚不挺灵活的吗？你帮忙送一下好吗？哎，今天送不了。你好，我们是办公室的，过来帮忙。哦，你好，谢谢谢谢。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人手真的不够了，2个同事已经上去送快递了。您看这2个能帮一下忙吗？行，没问题。谢谢啊。这是几楼的？9楼的。那个呢？这15楼的。姐姐，9楼给你了。不领你这情。怎么？你要15楼？姐。哎，哥们儿，我出15，你们哥俩谁能帮我跑一趟？你们这楼层太高了，耽误我跑一单活呢。20，微信转账。行，稳定。姐，你这9楼怎么也得15啊？人家大哥好不容易才同意的，花点呗。我能爬。老公，你快给我转200块钱，我这余额就剩8块了。不会上飞机了吧？姑姑，你在不在家呀？你能不能给我转200块钱急用？我工资都直接转陈宇那儿了，我又联系不上他。王太太，你要出门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啊，上次我做蛋糕那个盘子落您这儿了，我还想来取一下。一个盘子而已，还至于爬楼啊？主要家里也没有备用的了。哦，没事没事，您今天要出门，我改天再来拿也可以。电梯坏了还得爬楼，哎呦，你慢点，没崴着脚吧？什么倒霉日子呀！这阿姨还请假了，我至于这么狼狈出门吗？慢点走啊。王太太，我看你穿这高跟鞋不太好走，要不然我把我这拖鞋给您吧，刚买的。你是王曼妮吗？啊，我是啊。啊，我是那个物业市场部的钟小琴，上回店庆咱俩对接过，你还记得我吗？啊，记得的。啊，你怎么在这里啊？啊，我来帮忙送快递。你是给客人送衣服是吧？哎，我不跟你聊了，我得回店里给客人换个衣服。哎，等一下，你能借我200块钱吗？我一定尽快还你。 200是吧？来，收付款，收付款。谢谢啊，没事，谢谢。那我先走了啊。好。哎，我明天就还你啊。好，谢谢。我看您上次弄那个天文望远镜，我稍微懂一点。要是您着急的话，我可以帮您去调。你会的还挺多。哎。 算了，咱俩还是换过来吧。我这要是脚崴了，就太远了。没问题。哎呀，舒服。您穿我的吧。我看您这脚挺小的，估计我也穿不下。没事，走吧。帮我盯一下，小杨，辛苦了。姐姐回来了。啊。 又来2快递，16、17，选吧。不用选，就20块钱嘛，我现在有了，来扫一下。哎，你要是不够，我请你啊。那谢谢了。
合着你刚才是差钱啊？谁差钱啊？谁能没有20块钱啊？我刚刚减肥呢，我这会儿我累了，我歇会儿。哎，你打算一天都这样啊？对啊。一会儿我可不请你了。不用，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你一个新人，你挣多少钱啊？姐姐，我给你算一笔账，10趟就是200，一顿晚饭钱。我要是自己跑，累了还要吃点好的，腿酸了再去按个摩，又200。我接这个活，办公室所有的哥哥姐姐都得念着咱们的好，200块钱买一屋子人好，贵吗？你们小孩现在都这样啊？谁小啊？我可不小了，我都24了，本命年都过2轮了。哎，王太太，你脚没事吧？我脚没事儿，快穿上吧。哎，明天吧，去我们家给我调调望远镜，顺便再说说你们家的情况。好，那我等您电话。等了2个月才来1个大爆款，反正我已经通知我的客人，开门前就到。那也是谁先刷卡算谁的。我的客人还有1个红绿灯就到。厉害，你别抢。下地库也要时间，我让客人打出租来的。鸡贼！师傅，您往前走，从南门绕一下，好吧？别着急，我就进去买个包。从南门。我买包就走。您绕一圈，从南门走，好吧？这儿不通。哥，哎，您最爱的葱油饼，我早上买的。谢谢。哎，就是这辆。行，知道了，快去吧。姐，早上好。哎，往里开就好了。谢谢啊，李哥。姐，您来的正好，小心台阶啊。老婆。哎。今天早上还做这么复杂的早餐，累不累啊？这是咱们在这个家最后一顿早餐，当然得吃好了。哎，你别说，我真有点舍不得。儿子，今天啊就是别人的家了，你舍不舍得啊？当然不舍。1年前已经是别人的家了，人家房东愿意把房子再继续租给我们，等我们装修好，已经很不错了。哎，那我们不也把该留的都给他留下了吗？来，吃块鸡蛋。老公，你今天穿西装得换双长袜子吧？谁会顶我脚看呀？换，马上就换。吃早饭了。哦。什么味儿啊？你闻见了吗？饭味儿啊。对了，
昨天台里通知我，明天得出差。哦，那我回我爸妈。你肯定回你爸妈家吧？我一出差你就回家。明天把猫也带回去吧。我早就说过，你养不了它。争气。王小姐，你可真有本事啊！这么爆的款都给我抢到手了，看来啊，我早就该换家商店换个销售了。应该的呀。你以后要是还有什么想要的呢，给我发个微信就好了。哎，好的，哎，给我吧。您慢走。好嘞，拜拜，拜拜。谢谢光临。昨天新到了秋冬秀款龙达系列，是海明威逝世在午后里写的。如果你想要去西班牙度蜜月或者与人私奔的话，龙达是唯一的选择。所以整个系列主打神秘和奔放，也是绝对的限量款。不过我们店到货数量有限，建议大家优先老客户级别。如果有想开拓新的客户，跟 Tracy 特批。这个月积压货品还是在男装，主要是西服和裤装，视客人带货能力，大家优先推荐吧。这2种货品的业绩核算点都是1.5。我每个星期最开心的一天啊，就是妮妮做晨报的时候。好，分配一下今天的任务啊。Linda， 女装区 ；Nancy， 男装；Zoe， 鞋；Ada， 配饰；Mars， 妮妮，包区。OK。各自准备一下去吧。难怪妮妮业绩老是在前边，她已经连续3个班转包区了。老帮别人数着班，难怪自己业绩上不去。你业绩怎么来的，你心里清楚。是个人，连保安你都不放过。那我把话再说清楚一些，男女我都不放过。是吗？哎，好了，一大早上干什么呀？啊，难看吗？Linda， 明天包区给你 ，OK？ 谢谢副店长。好，收拾一下情绪啊，准备开工。早，早。小琴，徐总让你把工位收拾一下。哎，小琴，你那有针线吗？有，借我用用，借我用用。好，我这裙子扣开了。太谢谢你了，这个行吧？哎呦，小琴呀，你不来啊，这个咖啡机都没人搞得定哦。吃包子噎死了，你快点去弄一下呀！马上。哎。小琴，这坚果夹子你指定没有吧？等着啊！快点，快点！小琴，对不起！哎，别问！对不起，对不起！脚没事吧？这脱了鞋才知道，反正挺疼的。不好意思，我刚刚没看路。你能告诉我徐总办公室在哪吗？倒数第2间就是。谢了。哦，对了，我脚没事，逗你玩的。耶，儿子，马上到新家了，开不开心啊？陈姐已经到了吧，老婆？对，他一早就过去收拾了。我们到了，他肯定收拾好了，放心吧。我特意查了黄历，今天最宜入住新屋。慢一点。徐子言，你好啊。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我还知道呀，不能让你和陌生人一块儿进出大楼。
除了这个照片上的人，对不对？哎，小张，佳姐，哎，小宋，佳姐好。没想到你们一眼就认出他来了，工作做得好细致啊。是您之前啊给的资料细致。这位是我先生徐焕山。你好，先生你好，你好。我们今天就正式搬过来了，以后还要请你们多多关照啊。您放心，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自己做了一些小点心，带给你们尝尝。那就谢谢佳姐。谢谢佳姐。别客气，别客气。乔迁大吉，为你们乔迁之喜准备的鲜花已经送上去了。真让你们费心了。那我们先上去了啊。嗯，好。谢谢啊。来，儿子。哎，慢点，先生。你慢点啊。我带你去认识一下同事们。好。好的，我记一下啊。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这样。这是咱们物业公司的新员工，这月轮岗在我们市场部，以后那个位子就是你的了。好，跟大家先认识一下。欢迎欢迎，各位哥哥姐姐好，初来乍到，请大家多多关照。我叫钟小杨。哎，你叫什么？钟小杨。真的假的？钟是钟表的钟，拂晓的晓，太阳的阳。我是迎着太阳出生的。钟小杨，这也太巧了吧！哎，你眼前的这位姐姐叫钟小贤，这不跟你就差一个字儿吗？哎，据说是因为她妈妈怀她的时候是什么来着？哎，对，就爱吃芹菜。不是，是爱吃芹菜饺子。那咱俩可是太有缘了。我从小到大没碰见过一个庄姓的人，感觉今天一下子又多了个姐姐。成，那接下来就让这个姐姐来带你吧。好，周小琴，带小杨熟悉业务的事儿就交给你了啊。我啊，可以的，可以的。行，你去你工位上先熟悉一下。那我先过去啊。行，大家该干嘛干嘛吧啊。那你这个做完了，发给我。好。做全能妈妈，孩子的教育尽在掌握。启蒙英语选什么？来看看顾家的秘密武器——腾讯开心树英语，海量学习内容。来自北美，子妍很爱学，推荐你们试试。3到8岁启蒙英语，就上腾讯开心树。哎，你们俩慢点儿。飞机到家了耶！来，报密码啊605。来，儿子，手放上面。啊1、2、3，惊喜来了！到新家了，走了。佳佳，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好，陈姐，你放到我来吧。好的。来，徐子言，陈姨带你去玩滑梯啊。小心点啊！你们慢点啊！哎，地上都打了。玩滑梯去了，哎呦，小心。咱们能这么顺利的搬进来，多亏了小晴在物业帮忙。谁让他是咱们儿子干妈呢？他们公司不就在隔壁吗？有空请他来家里吃饭。铺了多少蜡呀？新地板就是要打蜡的呀。这什么意思啊？给你汇报一下，徐总，一般人搬新屋的时候都要放火盆，但是不适合咱们家。我们家是做烟花的，这叫风生水起。哦，那你就不怕水火不容啊？老公，错了，大错特错，胡说八道呢吗？这是，我说错话了，这应该是风生水起，水利万物，万无一失。这还差不多。还有一个仪式呢。你是一家之主，你待会儿把这个水倒进池子里面，这个风水局就成了。一起吧。来，细水长流，源源不断，盆满钵满。喂，你说。行，我马上过去。怎么了？公司出了点事儿，你跟我一起去吧。好。哎，什么事这么着急？哎呀，李总公司的会计啊，打电话来说要延期付款。有说延到什么时候吗？
说是得下个季度了。如果他的款到不了位，咱们后面的资金链是不是就有问题了？哎，是啊，而且万总一直压价不肯松口，还提出新的付款方式。这样下去的话，咱们的资金链衔接会出现问题的。怎么解决？徐总，您看能不能再谈一谈？我不谈，我再谈肯定压不住火。徐胜，你先忙，我们再商量一下。哎，好嘞。别闹情绪嘛，老公。这个电话肯定是要打的。你要是不想打，那我来打。你打吧，我听都不想听。徐总，万总，哎，您好，我是顾佳。都那么熟了，有话我就直说了。下半年那个单子，你一定得给我们家做啊。是，我知道，换衫的问题我都清楚。你要是下单呢，这笔单子我来跟，成本的部分我再想想解决办法。您看这样成吗？那您可得说话算话，我们家下半年真得指望您了。好，谢谢万总。好，再见，万总。搞完了。说是总价，等你的设计方案出来以后再定，但是付款方式还是跟以前一样。他总说有新的想法，其实都是奔着压成本去的。这焗来冰挺好吃的，你尝尝，是不是？是挺甜。你哪儿弄个橘子呀？别克给了，说是补充维 C。那我先走了。您好，哎，你好，您可以进去看一下。不用了。您是给先生选的吧？是呀。这门目测是比较难的，下次您可以带您的先生一起来试试的。好呀，他来试最合适了。我家就住你们店楼上，等他有空带他来试一下。谢谢啊。不客气的。